由細到大咧，我作文都好高分啦。老師又經常會攞我作品咧出去咧做一個 demonstration 啊，或者係貼堂啊，或者去俾其他同學睇下我個作文讀出嚟咧，去做一個範例嘅。咁咧，我都亦都想同大家同學分享下點樣可以喺作文嘅即係比賽又好啦，或者係即係考試又好啦、測驗又好啦，攞到高分嘅。其實呢個秘訣好簡單，你就係咧要諗多幾步，諗下咧你嘅對手會寫啲乜嘢。我舉個例啦，細個嘅時候咧有一條嘅作文題目咧，佢就話你描繪你嘅 best friend 最好嘅朋友。我仲好記得咧，我細個讀女校㗎，咁所以咧我就諗啦，其他同學會寫啲乜咧？咁我其他同學應該咧就會寫全部咧都係女仔啊，我 best friend， 跟住佢係長頭髮啊，有大大的眼睛啊，有少少的鼻子啊，一定係會由呢一啲嘅外貌，一個女仔嘅外貌開始講啦，再講呢個女仔心地點樣善良啊，點，咁一定係咁嘅嚇。咁但係咧我就諗啦，既然我係讀女校，我身邊嘅競爭對手咧，佢應該會寫 best friend 係女仔咧，我就要寫一個男仔，仲要寫一個點樣特別嘅男仔咧，就係寫一個似女仔嘅男仔。咁佢個名咧，仲要係一個好似女仔名又似男仔名嘅一個名嚇。例如佢叫是但啦，我叫加分咁樣啦。咁加分，可能個分係即係薰衣草個分，咁係比較特別啲啊嚇。咁其實咧，我去即係專登去作呢啲咁嘅嘢咧，就係要突出自己，令到我寫嘅嘢咧同隔離嗰個人唔同。咁再咧俾多個例子大家啦。我仲好記得咧，中學嘅時候咧，經常會俾一個 prompt 你，跟住就要你去講一啲叫做即係可能 oral 嘅 response 啊，或者 oral 嘅 exam 啊咁樣噶嘛。咁佢哋就會話啦，失敗乃成功之母，唔該你去評論咁樣，試評論之咁樣啦，或者你嘅睇法係咩咧？咁樣叫你去回應啦。咁我就知道咧，啲人一定會講失敗真係乃成功之母啦，因為呢個愛迪生咧就係嘗試咗，跟住失敗咗100幾次，跟住先至去發明呢一個嘅電燈膽。咁我就諗啦，哇！既然人哋會咁樣講，我咧就試下咧有唔同嘅角度，我就唔淨係講失敗乃成功之母，我仲會講失敗點解會係失敗之母。一個人咧，如果遭遇到失敗之後，就會灰心喪氣啦，因而會遭遇到更加多嘅失敗，對自己失去咗信心等等啦。我再會講咧，成功乃失敗之母，因為點解成功乃失敗之母啊？就係因為有啲人咧係當成功咗之後咧，就會驕傲，就會心浮氣躁啦，就會係即係飄飄然啊，覺得自己好掂之下咧，就會犯咗一啲咧好無謂嘅錯誤。咁呢啲咧就係即係叫做佢係所謂勝不驕敗不餒，做唔到呢一樣嘢咧，咁就會導致咧成功乃失敗之母啦。當我有呢個比較嘅心態咧，諗翻對手會講啲咩，我要講啲咩先突出自己咧，就會喺作文同考試之中咧做到高分啦。